古人對數字嘅認識經歷咗好長嘅一段時間，譬如喺雲南，有啲少數民族到咗50年代仲用緊結繩、刻木呢啲方法嚟計數，後來古人先至慢慢發明咗用文字嚟記數呢個方法。到咗夏商西周，數字符號變得越嚟越規範。喺公元前14至11世紀嘅殷墟甲骨文裏面，就有好多數字嘅記載。甲骨文用咗9個數字同埋4個位置值符號，就可以表示上到萬嘅任何自然數。而且甲骨文嘅數字已經係十進位制啦，位置值嘅概念已經開始萌芽啦。直至宋元，中國人嘅主要計算工具係算籌。算籌又稱為算、籌、策、運、算圓等，通常用竹，亦都有用木、骨、石製成。算籌數字有中環兩式，個、百、萬用中式，十、千、10萬用環式。因此用18個符號同埋用空位表示零，可以表示任何一個自然數。算籌記數完全採用10進位置值制，比古巴比倫嘅60進位值制方便，比古希臘羅馬嘅10進非位置值制先進，係當時世界上最簡便嘅計算工具同埋最先進嘅記數制度。為咗計算更加準確，於是產生咗分數、先秦典籍同埋算數書、周比算經、9章算術中大量使用咗分數。中國係世界上使用一般分數最早嘅國家，亦都係最先使用小數嘅國家。公元263年，劉勳在開方不進時用10進小數表示無理根嘅近似值，開10進分數之先河。劉勳將分子同分母看成率嘅關係，同現代數學中關於分數嘅定義係完全一致。分數嘅表示採用分子在上，分母在下，不過中間係冇用而家嘅橫線。從古人嘅記數智慧裏面，我哋唔單止睇到技術嘅進步，體會到維護國家安全嘅重要性。只有掌握核心技術同埋知識，先至可以確保國家嘅獨立同埋繁榮，讓文明得以延續同埋發展。